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西貢 Frankie 啊。今次咧帶大家咧嚟到西貢清水灣區，因為其實咧整個區嚟講咧，我覺得尤其村屋嚟講咧都非常之好住，都非常之抵住嘅。咁啊點解咁講咧？因為西貢清水灣區咧，其實喺香港咧有香港嘅後花園之美譽嘅。咁講到個美譽就係話，因為佢呢度咧全部一個低密度嘅設計啦，大部分嘅單位咧都係背山面海。就算唔向海景嘅單位嚟講咧，佢都望到好開揚嘅翠綠山景，環境咧非常之清靜啊！咁而佢嘅交通咧，但亦都非常之方便喎。佢因為咧好連接咧呢個香港同埋九龍㗎啊！咁其實如果我哋由清水灣落去呢個將軍澳地鐵站嚟講咧，其實只係需要5至10分鐘㗎咋，係咪非常之方便咧？咁所以咧坐擁咧交通嘅優勢嘅。咁而第三點咧，佢呢一度咧亦都係啦，名校林立，尤其咧鄰近呢一個科技大學啦，所以咧深受呢一啲嘅即係外區客或者甚至係啲海外客咧嘅鍾情嘅。呢度嘅租售咧亦都非常之活躍㗎。而今次咧我要報道咧就有3宗嘅清水灣道全棟村屋嘅成交啦。咁啊分別咧就係呢一個嘅喺我身後面附近嘅禾塘江村啦，一間單號屋2100尺，以1200萬成交。第二間咧就位於喺下洋村嘅單號屋，咁啊建築面積1750尺啦，咁啊屬於一個中空樓底嘅設計，以1380萬成交。咁第三間咧就位於喺相思灣村嘅一間雙號屋，建築面積2100尺，同樣都係3層啦，即係每層700尺。咁但係另外有露台同埋天台嘅，以1380萬同樣嘅價錢成交嘅。咁所以大家可以見到啦，呢3間同樣係位於清水灣區啊，成交價錢係1200至1380萬。咁即係圍起上嚟咧係6000零蚊尺，已經可以買到咧成棟嘅村屋喎，咪非常之抵咧。雖然佢呢3間屋嗰個我哋叫做質素嚟講咧，唔係話咁優質，因為佢個花園即係唔係話有咩特別花園啊，或者個景觀嚟講咧，都係咧就係有部分嘅樓景、部分嘅山景啦。咁但係嚟講咧，以咁相宜嘅價錢買到全棟嘅村屋，自己有一啲嘅花園啊，2個嘅露台、700尺嘅天台，咁都係非常之划算嘅。咁所以大家有興趣嘅，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 啦。好，咁我同樣當然啦，唔少得講我介紹新盤俾大家啦。咁因為其實近排嚟講咧，西貢區都好似出邊咁樣成交咧都暢旺㗎。咁所以我今次嘅介紹咧，分別唔同嘅大網仔區啊、西貢區同埋清水灣區一啲村屋俾大家。而共通點當然都係個筍字行頭啦。咁啊，第一間咧位於喺大環村嘅一間咧全棟嘅比較全新嘅村屋啦。咁啊，建築面積係1950尺。叫價方面只係1200萬咋，呢間真係非常之抵。咁而第二間咧喺西貢半山區南山村嘅，當時我都拍過片㗎。佢係建築面積1750尺，因為佢屬於做咗一個叫中空樓底啊。咁啊裝修咧都係好新穎嘅。咁價錢咧1328萬嘅啫。而第三間咧就位於喺蠔涌村一間獨立屋啊，佢個花園嚟講咧都接近2000尺㗎。一間雙號屋，獨立屋嚟㗎，呢個村屋，咁啊2100尺，而家叫價係1400萬，另外放埋租45000蚊嘅，環境都非常之唔錯，而且交通係好方便嘅喺蠔涌村嚟講就。而第四間咧，位於喺清水灣道嘅大坑口村啦，咁呢一間嚟講咧，建築面積2100尺，咁啊亦都有賣有租㗎，開價1380萬，另外租係42000蚊。咁呢間喺清水灣道嚟講咧，絕對係一間唔錯嘅選擇嚟㗎。單位嚟講咧，就有樓景有山景，亦都係望到少少海景嘅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可以睇睇個單位嘅質素先，好冇？咁啊睇完啲相，上實地望一望嘅時候，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 同埋我哋世紀又一奇峰專業嘅團隊。電話喺度，我哋已經超過35年嘅歷史㗎啦。分別有我哋嘅西沙路分行啦、西貢市中心分行同埋我哋清水灣澳龍分行嘅資深嘅同事咧，一定幫到大家揾到心頭所好㗎。好多謝大家收睇，唔阻大家啦，拜拜。買樓怕中火，揾奇峰至輕鬆。奇峰獨家4大保障全面升級，等你買得開心，住得安心。5
天置業冷靜期，簽約後5天內可以無條件取消，全程免佣金，唔使怕心急做錯決定。4重空宅過濾系統，透過4種唔同渠道交叉驗證，篩走所有空宅可能性。100萬防假保障，謝絕虛假業主，如有發現，最高可賠償港幣100萬元。100%真盤承諾，確保所有樓盤都係100% 真盤，絕無虛假資訊。世紀佳奇峰，讓置業變得幸福。